其实来，掌声加鼓励。不是我们弹的呢。起来，掌声鼓励鼓励下来吧。好，接下来这一位呢是马拉盖的吉他手，他带来一首歌。你们觉得是什么？快点！他要去了，快点！好，快乐愿望，拍手！那个就是他是我们未来明年世界末日之前最后一天一定会出专辑的人，他叫一文，我们给一文掌声鼓励一下。起来！他唱歌很强，好吧？他唱歌很好听。讲话一下，一文。非常感谢一文的支持。好了，讲一下。大家好，我是一文。好，谢谢啊。不知道为什么会上台，其实我应该是来充时间的嘛。好，好了，新年快乐啊！就带来这首《快乐愿望》吧啊！谁的歌？快乐愿望是谁的歌？这样，佳佳，对，那是个南王部落的佳佳。对，佳佳就是纪晓君的妹妹，佳佳。哎呀 ，Oh my god！ 来，那个掌声一起啊！来，掌声。而且为什么只有大张跟你会广播？快乐像愿望一样，快乐就好，我不再渴望一点点头发，我短短的头发。35人去拍，快乐愿望一样。哎呀，不要笑啊！快乐就好，我不再渴望你红红脸颊，我短短的指甲，我和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管怎样，快乐的唱，开心的唱，只有我们俩，我的快乐像愿望一样。哎，这首歌太欧了。One more time, here we go. 快乐像愿望一样， It's like the 快乐就好，我不再渴望你的头发，我短短的头发。快乐像愿
3天这个窝。一文，再首歌了，反正你赶不上年纪了。我们给一文掌声鼓励好不好？他刚刚临时来的，对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他等下赶回去，他们部落因为今天是卑南族的年纪，就是很多各族群的丰年祭可能都是在暑期，可是卑南族他们都是在这一天跨年那一天，刚好是一个年纪这样子。好，那我们也与卑南族同在，对，我们很想去看，但是等下可能也是凌晨才会去的了。好，那接下来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带来最后的一几些歌曲。电脑翻一下电脑，电脑还会被风吹哦。也太苹果了吧！你的电脑很饱啊。永远不回头。不要乱讲话了，那个是后面了。你看错了吧？你看错了。我们稍微对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乐团从事国安排力出牌。有没有听到很多小朋友在那边吵？我们安静一点，我们听他们在讲什么，好不好？好，不要浪费时间。那4个是我2年前所带的班级的学生，那我现在没有带他们了，他们现在4年级了。他们在2年级的时候是我所带的学生。那里面有一位8号选手，可能有上电脑的大家都认识了。那今天我要特别请他们来，是因为去年我也曾经带他们来，我会带他们来表演。其实有很多地方的表演我都会带他们去，主要是我们学校又在推民族教育，那民族教育的一环就是古谣传唱。那古谣传唱就是希望找一些很喜欢这些唱歌的人小朋友来，然后这些小朋友可能功课没有说顶好，但是我不要求他第1名，因为第1名永远只有一个，你们不觉得吗？只要做得自在就好了。老人家说最后1名没有关系啊。阿美族跳舞围圆圈的时候，最后1名还不是在第1名的前面，因为我们围圆圈绝对不会接在一起，我们会留一个缺口，所以我都会找一些非常有想法的小朋友来唱这些歌曲。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台东县3仙国小的小朋友们出场。你们还有20秒。还有出来的时候还有巨星的感觉，都流汗了，因为他们唱一首歌要热身10个小时。先介绍一下，先从我们最左边的Zaki先介绍一下，用麦克风讲话。观众在前面，我不是观众，讲一下你是谁，快点，快点讲过一句好了，靠近麦克风，不要跌倒，你就讲你是谁就好了，快点，我快生气了。我是汪翔。你看，这样就会拍手了呢，对吧？你再加点呼，就会尖叫喽。我是杨洋慈。唯一的女生了，换你叫了。黄瑶婷。什么啦？等一下，你重讲一次，你是我叫黄耀婷。哎，手背位置是哪里？讲一下手背位置是哪里？鼓手。但是捕手永远丢不到2垒的捕手，还在努力，还有进步空间，我爱他。接下来是好，换你了。我叫李燕杰。你的号码是几号？跟大家讲一下。8号。对，这就是很有名的网络小子。挥手一下，燕姐，挥手一下，很多粉丝。耶！那你们等一下私底下问他了，他不好意思公开场合讲。你们问他网络是什么，他会跟你讲。好，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是去年的暑期时间，我们也拿这首歌曲去，是我个人创作的乱做的，不小心又得到了第2名。我们都与第2名很有缘，只是原创。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以行政院新闻局，因为他们我参加3次了，终于目前的最后一次终于拿到第2名，这样不简单了。我都是他们的功劳，很感谢他们这样。给他们拍一点点的小手吧。然后这首歌是因为有一次上课，他们告诉我的，因为我要教综合课，要教童谣，我本来有准备几首歌曲，结果他们就唱，老师有那首歌啊，他就唱，我才想到有这首歌，我就当场就录下来，变成我现在的来电打铃。没想到一晃眼他们已经4年级了。想当年最左边这个男生浩翔，他还是跟他旁边的女生一样高，现在还是一样，太完美了。浩翔，加油，多吃饭。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燕姐带来这首歌叫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勇士歌。勇士歌就是一个古调，唱完勇士歌要唱什么？你就对麦克风讲啊！你给我还要顶讲干什么？他知道啊！你就对麦克风讲啊！李燕姐，你讲啊！你讲啊！我们就这样一直到跨年喽！快点！还有2个小时，快点！你就讲麦克风就讲，快点！你去讲说唱完勇士歌我们要唱什么？这样。勇士歌是娃娃。娃娃是什么意思？燕姐，你跟大家讲。孩子。孩子，娃娃那首歌就是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不小心拿到第2，老天有眼。前面他会先为大家带来古调，然后就是我们部落的歌啦，对，然后希望他们能够传承这份文化之美，这样，拍拍手。因为能够站在台上，真的需要勇气，何况是这些年轻小朋友。不要紧张，走音慢慢走就好。孩子啊，你是阿美族的孩子吗？他们说。是啊，我们是阿美族的小孩。好不好？那你拽古尼亚罗伊说，孩子啊，你们来自哪个部落？我们来自基辉部落，也就是3线那边。那就问到咿耶耶呜哇哇，咿耶耶呜哇哇，咿耶耶呜哇哇。这6个字咿耶耶呜哇哇，可以唱一起唱。跟着孩子唱，孩子都会，我相信你们会。把你们的心放下来。
菜有哪些啊？有欧迪亚菜跟生猪肉，漂亮，加盐巴的。你们平常最会做哪些事情？我们会抓鱼跟漂亮。自己再唱最后一首吧。再唱最后一次，来唱一起唱。谢谢你们，希望你们大家常保赤子之心。最后一个动作，燕姐，最后一个动作，先不要玩烟火了，最后一个动作，快点，快点，施假的掌声，快点，施假的掌声。一垒那个。施假的掌声。再一次了，等一下了，等一下有烟火，预备，你不要管那个烟火，你就玩，预备起。 我们先请他们休息好不好？等一下你们再上来哦，新年快乐的时候好不好？好了，先去旁边玩烟火了，危险有警察会抓。我们再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或许他们现在可能还不晓得什么叫做舞台吧，可是他们就是在平常在学校就是这样。他刚才问我那个8号问我为什么那么多人来这边干嘛的这样。 我说他们也是想也来这边看我的，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有时候小朋友的问题很尖锐。好，2011年，所有不好的事情我们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回头看了。
所以我为大家带来这首歌目前在某一部国片很卖，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看过。但我们不是要唱胡夏那一首，也不是柯震东跟陈妍希。其实我们本来，我跟吉洛还在假装，我们。他要我们的什么别乱讲话，你自己也是。我也想了。哎，对，因为我们还没看那部电影之前，我们已经10年没有封女偶像，就自从看那些年的时候就很迷上陈妍希嘛，然后我们2个就密谋，就是说希望我们 KTV 能够找陈妍希当我们女主角，就是那个等待期待那首歌这样。哎，那我包放在哪？哦，你是后面拿树叶的。啊，有了，哎，不是，老板，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哎，回来了，路口在那边。啊！哎，开玩笑的了，那开玩笑的，哎，其实开玩笑，然后就很可惜啦，可能我们时间档期没有办法排，还档期了，其实我们也是很忙，就是1个月后，欢迎大家到好乐迪点歌，就有等待与期待，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点我们的歌曲，谢谢。记得掌声鼓励好吗？然后你们点我们的歌曲的时候，就算在好乐迪也一样，记得在桌上放10块。好，我为大家带来这首他那些年。其实这首歌曲是因为那些年他被大家重新听见。为什么要讲重新？因为他这首歌在22年前就有出了。有一个乐团叫东方快车，也是摇滚乐团的先驱。然后他们唱了这首歌，抱歉。然后他们这些主要演员又重新翻唱了，他们今天要重新再唱这首歌，我们自己又改编儿，我想要站起来唱一下。改编儿。好的，走落地。OK， 好，为大家带来这首《永远不回头》，谢谢。有人会唱吗？会？真的假的？你们只会副歌吧？好啦，那就 OK 了，只要有1个字对就是对了。等一下可以帮我调一下其他背带吗？因为我的胸肌有46寸。哎，好了，小猪不要寂寞了，好吧？小猪不要难过了。我讲的小猪你们可能也不晓得啦，如果你们留到刚刚等下的会后会，你们就会认识。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位最帅的教练。你干嘛上厕所？不能回头呢。好啦，你们要让他上厕所吗？不要，你看看，只能憋尿了啊。好，现场上厕所，哎，刚好有缝呢，哎。等一下，给我先把酒杯拿远一点好吗？酒杯拿起来。好，为大家带来第3次去报告，成长报告，永远不回头，谢谢。哎呦，收到前面了，我也要到前面。摇滚区的站起来好不好？后面的也可以站起来，准备有50间，Go！在天色破晓之前，我想要爬上山巅，仰望星辰，向时间祈求永远。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要你改变，找寻起点，但是也可能会改变。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痛苦的骄傲，这一生都要
天色破晓之前，我想要爬上山巅，仰望星辰，向世界祈求永远。哇！在月光中中起点，我想要高度改变，倒数几天，看世界可会看见。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痛苦的骄傲，这一生都要拥有。年轻的心灵还会颤抖，在大雨风里，我和你也要向前冲。不管天有多高，喊起来！有山的寂寞，感动不快乐，都在我心中，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长，黑夜是烫我，烈火燃烧我，都要去接受。永远不回头。走了。不回头，不管天有多高，忧伤的寂寞，感动不快乐，都在我心中，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长，黑夜是淡我，烈火燃烧我，都要去接受，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长，黑夜是淡我，烈火燃烧我，都要去接受，永远不回头。现在几点了？现在是还有4分钟，还有10分钟。对，现在请大家举起，不要了，举起你的心灵。怎么举？还有10分钟哦。等一下不管旁边他们喊50、3、2、1，不管，我们以我们的为主好不好？然后等一下3、2、1的时候，请大家跟我们唱一首神秘的歌曲。我跟我们的团长刚刚有讲了，你们一定会吓一跳，会很冷。还记得国歌吗？因为我们要升旗。真的假的？你们要吗？好吼，要吼，摇滚版的国歌要不要？哎，可以吗？这样的。那我们先练习好了。我们先练习好不好？反正还有3分钟嘛。这样。我先出来，快点。有，耶。三民主义，那三民主义到底是民有民生民主，还是民主民有民生民生民有民主都一样？那叫做三民主义哦，三民主义哦，三民主义哦。狗户 ，sorry， 哎。好 ，OK。好，剩下几分钟？
现在剩下几分钟，柜台我们以柜台为主，柜台。2分30，2分35秒。2分30。讲完话要2分30。好，现在开始均匀的摆动。如果你现在还在坐着，你可能就是因为有点累了，不然就是你可能觉得明天才是跨年吧。抱歉，我告诉你，你记错了啊！这个也可以 rap ，My father 一起困了，我现在看不到我的老爹跟我的母后，他们现在好像在我的中后端。麻烦请你们挥你们的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还3、6、哦，这样也可以拍呢。1分30秒。明年就是世界末日了。很高兴能够在世界末日之前，能够认识各位。就算海啸现在来，我一定会活着，因为我会踩着你们在海浪上面。没有，开玩笑。check it， 哈，难道我们舞台上没有棉花棒吗？不是，没有仙女棒吗？喂，主办单位有。好，我们又不是交通警察。左边，右边，啊，抱歉，今天封路，哦，左边，右边，哦，抱歉，1分2秒，1分钟，1分钟，啊，45秒，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小朋友上来，30秒。20秒了，平手，小朋友一起，左边，右边，几秒了？8、7、6、5、4、3、2、1，新年快乐！在哪里？严凯丽小姐。先生，啊嗨，别动，哇！进来开场。
来，要，好，阿志，谢谢，麻烦请杰任大哥上来一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是有一个歌手，他叫黄品源。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识黄品源？我们现在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就叫做《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然后我要跟我的小朋友送给在座的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人的所认识的朋友、家人也好，你想认识的人也好，不认识你的人也好，送给他们。OK， 今天我们能够在2012年1月1号的某一天、某一秒认识各位，是有缘的哈。OK， 我们给安志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音控。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新年快乐》，祝福各位快乐，真正的新年快乐。小朋友，你们可以站起来唱歌了，音乐轮到你们了。对，他们可能太兴奋了。我先吗？你先啦，你先。没，一起啊。好，嗨了，哇！快点，你赶快。赶快 ，1、2、3 ，Go！ 来，祝各位这首歌献给大家，新年快乐，谢谢。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吉他手有点兴奋过度。我弹了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吉他手他有点精神错乱。不好意思，我醉了。按自己的 keyboard 没有声音。你讲话很有磁性哦，老不敌你弱。杰任大哥说 keyboard 来点声音。A7 吗 ？A7 来。哟 ，A7。抱歉，等一下，我忘了把歌词拿出来。好了，我会弹了。歌这么难搞，歌词真正的最后一次好不好？很抱歉，すみません，因为现在很清醒了。这一页就是了。这也就是我拿在手上好不好？好的。因为不守它。好。好。OK。1、2、1、2、3 ，Go！ 祝福各位，室友小猪，平凡的街头，在人群里头，一种不能解释的寂寞，有一股冲动。想要去问候，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熟悉的观察，倒数的时刻，靠过那么几年，希望会更多。分开那么久，思念却更浓。很想对你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真是我最难忘、最惆怅。人在岁月中流逝多少梦，真心我也是你最知情也最蓝，青春情是不易再重来。快乐小朋友，我最好的朋友，靠近麦克风一点。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王宝成在这5、6、7，新年快乐！我最好的朋友，祝福的
心事事都会有 solo。希望用这首很温馨的歌祝福你们，让你们的心情更踏实、更美满。不管你们来自台湾哪个角落、地球哪个角落，我只希望此时此刻的你们是最幸福的，送给你们。你曾是我最浪漫、最惆怅，人在岁月中流逝多少梦，最激情最蓝，青春今生不宜再重来。新年快乐，哟哟，我最好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当我喊新年快乐，你们一起哟哟，好不好？来，新年快乐，哟哟，我最好的朋友，祝福的心事事都会有。One more time，再次，我要请吧，新年快乐，我最好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废话，在铁花村听蓝心唱歌啊！新年快乐，我最好的朋友，祝福的心事事都会有。要不要再一次好不好？最后一遍，新年快乐，我最好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 ？Let's go， 大声一点 ，Go！ 新年快乐，我最好的朋友，祝福的心事事都会有。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好不好？我们后面有最佳配角，接下来带来我们真正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请我们的大武乡土地科不民政课的科员。卢少华先生，也就是刚刚一直跑到前面自以为 solo 的那一位啊，这是我们成立乐团以来，他第一次会自己 solo 一边唱歌的歌。我们等一下不会帮他合音，我们就是立正这样子，全部这样看他。对，全部看他唱哈。我们来检视一下他有没有唱错。这首歌非常适合用在最后，告诉各位，我们既然有缘能够见面，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相见。有歌词。这首歌是张震岳的《再见》。排长，好不好？哎，只有一个歌词呢。你们呢？你们就一直挥手，一直这样挥就好了。不要坐下，站起来。现在你们在舞台上了。不知道，应该吧。会了。好了，我来弹了。我帮你当副驾。可是，哎，那我过去啊。啊，你们两个过去了。起来！目前我们舞台有点沦陷。只有一个副驾。啊，其实我讲错了呢，这不是最后一首歌呢。啊，对啊。怎么办？等一下，这不是最后一首歌，你少瓦，等一下。在少瓦唱歌之前还有一首歌我忘记了呢。没关系，M 到天亮好不好？不是，有一首歌。喜欢的。有一首歌我们很久没唱了，然后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凹他唱。这首歌叫做《奇幻动物园》。很久没唱了。哇哦 ，baby！接任，
哇哦，完了完了，今天沦陷。虽然我们没有烟火，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已经燃起了无数个灯泡。嗨，这什么话？啊，抱歉啊，我是小哥。哎，抱歉。杰伦大哥，我第一次遇到你，我就觉得你真的是非等闲之辈。你一定要唱这首《奇观动物园》这个梗，因为你绝对是奇观动物园里面的管理员。哦，白，怎么说我会这个节奏？什么麦？好，开始。是哦，好，好了，老我弹好了。一直换了，我们这个特色就是一直换吉他手，真的，从来没有固定过的。那个坐下的我很强烈的怀疑他酒醉了。哎，谁的？无傻。哎呀，没想到是个动物。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走进了好多动物园，里面住着许多动物，有非常奇怪动物在里面。走着，我走到那里面，我看到了一座动物园，里面住着一种动物。好，老万你先。爱啥？鱼啊！鱼啊，先不要笑，很危险。鱼啊，为什么？我们先摆 pose。你要一直浮出水面，又浮进去，又沉进去，然后鱼就说：“我想淹死我自己。”漂亮。喂，狮子啊，万兽之王，狮子叫一声来听听吗？喵！狮子你也太扯了，万兽之王呢？啊，你讨厌啊！我先来两枪啊！来两枪的狮子啊！走着，接下来是给我看到那里面，我看到了一座动物园，里面住着一种动物。阿姐，快点。讲动物。讲动物，阿姐讲动物，讲动物。但是我们的那个放我们音响的人，对，哦，他已经下场了，对。哈哈哈哈！他本身就是动物啊！吉乐，快点啦，讲话了，不要假装挑麦克风了。团长一定要讲一个。不好笑就算了。猪啊，奇怪，为什么你会睡在我旁边呢？对，总讲是，你讲话不要含卤蛋。猪啊，你为什么会睡在我旁边？猪啊，你怎么会睡在我旁边？我要翻译呢。靠腰啦，我是你女朋友。人家轮到少华。
18赖。前面有白色的蚯蚓呢，哇，好漂亮啊！我操！结果他的朋友就说：“哎，你是白痴哦，他是米苔木呢。”原来米苔木看看做成蚯蚓。走着走着，我走到那里面，我看到了一座动物园。该我了啊！那个什么，那个，我怕挡住大，我跪下。鹦鹉哦，你为什么今天都没有毛？毛，我今天都没有毛呢？那个鹦鹉就说，因为我刚刚喝口可乐，这样子，这个。So cool！ 走着走着，我走到那里面，我看到了一座动物园，里面住着一种动物。哎，太夸张了吧？哎，是啊，你今天怎么走直线？婶说，因为我每次都是这样弯弯曲曲的，我等了脊椎侧弯。哎，不好笑。好笑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声音？原来是闹钟，它把我叫醒，原来一切是梦境。好，节省大家的时间，12点半以前要赶捷运，所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好，这边是台东哦，不管，那个为大家带来我们日出哦，有一个气象报告说今天他会拿6片的乌云过来。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solo吉他手少华，待会为大家带来自弹自唱的那个张震岳的歌曲，叫做《再见》。他还有讲说哦，如果大家觉得唱不够的话，等一下再留下来烤火这样，大概唱20遍这样，可以吗？你背得首歌词吗？他写中文的。好了。我们移过来一点。好，我们移过来一点。什么和弦？你不是要弹？哦，都我弹了。5块的5块。你要不要看歌词？不用，你要不要过去那边呢？来了。我记得你喝多了呢。看歌词呢。哎，不好意思了，已经跨年了，还要拖大家时间。啊，自己这一支给他大声一点，我帮他主唱。可以把他的麦克风弄到8点都听得到吗？安志，你帮他用那个张学友的声音。但是你帮他用张学友加王力宏的声音。哦，你在讲我吗？哎，喂，各位朋友，我们听这首好不好？好，开始了。对，各位朋友，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掌声加尖叫！
等一下，重来，大家必须花钱买票进场，你不能随便。我们再试好不好 ？One, two, three, go！ 开始，还没，去进场。大家麦克风收大一点。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有一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到这里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再舒服高，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第一行的朋友们一起跳舞，快点！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离开？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我们看，闭嘴！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再说，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新年快乐，各位！新年！来一下，来新乐团，好不好？
如果还意犹未尽，待会我们会在这边烤火，谢谢。新年快乐，谢谢。